台积电要扩大伫美国投资市场，外界烦恼台湾的重要性降低。咱总统府甲行政院拢出声来安大，讲上先进的制停有关的留点台湾。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拆破面，美国总统川普讲袂过吞吞，也下令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加强对泽伦斯基施压。红社讲，讲俄人苏申请伫台湾定居的制度要变更较严格，倒伫台湾的真香港议员是呼吁要保障已经伫咧申请当中的香港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何国新山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去到白宫，甲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记者会，宣布台积电要伫咧美国扩大投资市场，引起各界关注。川普赞扬台积电是世界上强的公司，佢讲办对台湾未来若是发生重大事件，对美国是会造成真大影响。For those of you that are into that world, you would say, wow, he's a legend, but he is a legend. 川普口中的业界传奇，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台北时间初时透早甲川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齐伫美国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台积电会阁投资至少1000亿美金，也都是新代表3.3条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新的晶圆厂。So we are now very happy to announce we are going to invest additional 100 billion US dollar in addition to our current 65 billion US dollars investment in Arizona. We are going to build 3 more new fabs after we promised the 3 fabs already, and another 2 very advanced packaging fab, and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nd we'll create thousands of jobs, many thousands of jobs, and they're high-paying jobs. In total, today's announcement brings Taiwan semiconductor investments to about 165 billion they've started already. 川普2月18日都宣布会对汽车、药品、半导体等外国产业扣至少25%关税，这也使得台积电宣布的1000亿美金投资特别受到注意。川普也伫记者会明白表示，只要伫美国生产，就袂对台积电扣税。This is exactly what Mr. Wei is doing by building here. Otherwise, they'll build, if they did them in Taiwan to send them here, they'll have 25% or 30% or 50% or whatever the number may be someday. It'll go only up. But by doing it here, he has no tariff, so he's way ahead of the game. 除了创造美国就业，半导体对 AI 自动驾驶甲先进制造等领域真重要。川普表示，伊将会争取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嘛无袂记咧俄罗台积电是世界上上强大的公司。This is a tremendous move by the most powerful company in the world.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security. It's also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for us. 未来美国伫全球的晶片产能有希望为零提悬到40%。当现场有记者问到，伫美国生产高阶晶片，敢是会当伫中国封锁，还是对台采取行动的时，减少对美国晶片的冲击？川普是安尼回答。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t's a great question, actually, but this would certainly,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at least give us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in th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we would have a very big part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with Taiwan. 目前，亚利桑那州红红峡第一座台积电工厂已经有3000名员工，生产先进制程4奈米晶片。台积电的新闻稿也指出，这项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除了创造数万的就业机会，也有希望使美国未来10年伫5G、6G 甲 AI 领域徛上领导地位。公司新闻王如云编译。台积电宣布要扩大伫咧美国投资市场，外界伫咧烦恼台湾的重要性降低。咱的总统府甲行政院拢出声来安大，讲上先进的制程有关会留点咧台湾。因为经济部长郭志辉也挂保证，讲明年2奈米、1.6奈米这寡先进的制程拢袂伫咧美国生产。台积电扩大伫美国市场增加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引起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讲，这件投资案，互美国伫晶片产业有优势。佮强调，若是台湾有代志，美国就会当发挥重大影响力。不过外界烦恼，恐惊互台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降低。总统府测试回应，事先已经有充分掌握，政府立场是必须有助咱国产业的全球布局，不过会将上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
当台积电申请赴美国投资设厂，政府会做好协助与把关的工作，确保台积电在扩大赴美投资的同时，也会将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行政院都应提到立法院备询，讲台积电投资案会当创造互惠共赢。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产业变少的忧虑，恐惊产生国安问题。国民党瓜子温度之际，护国新山雪变半冰山，台湾适顿下热，咱的条件还剩偌济？似乎是我们的细盾已经被削弱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之前在这里跟委员答复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希望达到4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台湾在这个制造领先的地位不会改变，那这个也是民主供应链的形成的一部分。当然，也配合着我们跟美国持续加强成长各种投资以及合作的必要的一个政策。杜英台表示，今后台湾是国家政府加产业界的共同立场。民众党张启凯追问，传出2奈米、1.6奈米才会先进制程，原来会刷去美国，可能让台积电变美积电。经济部长郭志辉赶紧背回。委员，我保证，你保证啊，明年对啊，当然就是这个样子。2奈米跟1.6奈米的，不会到美国生产。郭志辉呼应相关的风声，讲美国第一厂敢若4奈米制程，第2厂今年嘛早拄要开始生产。杜英台强调，一定会让台湾保持伫国际产业链的关键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防部公布，中国又搁派出19架军机、8架军舰来扰台，而且最近中国的东部战区进行实弹操演，和台海的情势愈紧张。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中国目前是也无两侧作战的能力，通好来拍台湾。也讲到美国是袂放弃印太地区，台美有共同的利益，因会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小米内底有2台战车，看澎湖传出是服役30年的 M60A3 战车，当日进行性能提升，测试传出搭载新型火炮，伫屏东救兵基地进行试射，陆军开8亿3600万预算，研制加农炮管，要提升 M60A3 战车打击能力。另外，去年到台湾的 M1A2T 战车目前投入换装训练，关美府今年的汉光演习一定下半年成军，国军尽力备战，因应台海情势紧张。负责对台组建的强军东部战区最近大动作，发布舰队实战化训练影片，强军朱勇舰、宜兴舰等舰队演练对海突击、舰炮射击，强化海上联合作战，相关区域局势紧张。现代海战是体系的对抗，必须强化连队意识，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另外，国防部测试发布查到19台强机出现伫台海，其中11台飞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西南空域。另外5只强舰、3只公务船绕台，面对中共加速油混转战，也加演练机制外兵介入，互外界烦恼强军是不是已经有反台能力啊？咧，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他的能力现在已经具备这样子的两栖作战能力。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回应台积电议题时阵指出，中国侵台，美国原来受冲击。顾立雄讲，台湾伫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美国袂放弃印太，所以台美有共同核心价值，一旦共同主动，防止发生战争。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和平稳定。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既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愿意采取一个贺主的方法。顾立雄讲，用实力找和平，才当得到真正的和平。嘛宣布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电脑兵推延到14天，士兵演练嘛加一倍到10天，各纳入无确定界线的应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中国渗透，有风声咧传讲，港澳人士申请伫台湾登记的制度要变更较严格。目前住伫咧台湾的前香港议员李文豪表示讲，理解台湾政府的顾虑，不过嘛希望会当来保障已经伫咧申请登记当中的香港人，兼顾着国安甲人权。为了防堵中国透过港澳移民对台湾来渗透，有学者立委建议讲，对港澳人士来台湾居留1年就当申请登记，应该延长居留年期。立委会主委柯水正跟他讲，港澳的情势变甲真紧，当代建议法规。它也是涉及层面很广，
研议各方面的这些法规来审慎推动。政府想要检视现有的港澳居民留定居的制度，推出建议要甲今嘛居留满1年就会当申请定居的规定，调整改做4年，含增加登记居留的选项，互香港人会当亲像永居居留，但是无身份证还是投票权。真的对国安有帮助的话，我相信大多数在台湾的香港人不会很反感。如果哪个人是因为反送中政治的原因选择台湾移民来台湾的话，他可能他就算他没有通缉令在身，他回香港也是有风险，所以他的护照是会到期的。刚好他现在的工作，他现在谋生的工作是需要在不同国家到处走来走去的话，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就对这种人又会有很大的打击。在台湾超过3档的香港前议员李文浩，一档前甚至是开真侪功夫，把燕鸟接来台湾，希望会当在台湾定居。对政策素案，伊表示会当理解，但是希望会当有落日条款来保障已经在申请定居的在台香港人，或者认为配套若做好，就会当兼顾国家安全和香港人的人权。有中国的特定有心人士利用他已经有香港身份的方式，在很快的1年拿到台湾的身份，最起码考虑到一个外来人口的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横平我觉得让香港的朋友4年来居留4年，然后拿到身份，这个政策跟外国人是一致的，我相信香港人也不会觉得他们被歧视。有声音呼吁应该修改港澳条例相关规范，明定去港澳就等于是去中国，适用两项条例。对这陆委会并无否认，表示讲在维护国安和整体台港澳健康交流的原则之下，会审慎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咱阁来关心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 Trump 贴半面，继续空中咧互相呛声。针对美方暗示讲泽伦斯基恐惊爱落台才有法度收煞，泽伦斯基是呛讲俄乌战争要结束也更远咧，而且要甲伊换掉是无可能的代志。伊要拍拼来争取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因为 Trump 是呛讲泽伦斯基搁做总统嘛做袂偌久啊，佮讲美国袂搁再来吞论，美国若是搁继续支持泽伦斯基，乌克兰就袂行向和平。川普催杀案伫北京的一场活动，针对泽伦斯基的表态真无欢喜。伊讲，这是泽伦斯基当作的伤害声明，美国袂搁再用论。He better not be right about that. If somebody doesn't want to make a deal, I think that person won't be around very long. That person will not be listened to very long. 川普伫咧伊自创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内面讲。只要有美国支持，即可就无希望迄个所在有和平。也批评伫咧英国伦敦举行的英国、法国、乌克兰3方会谈的欧洲领导人，伊讲，这可能毋是向俄羅斯示威的伟大表態，因到底是伫咧想啥？咱来听泽伦斯基迄当陣是安怎講。Угоди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ще дуже далеко. 伫川普會到回應了，澤倫斯基伫社群媒體也答文講，要全力互烏克蘭的外交有真正實質的意義，要停止戰爭，也要安全保障。Ending the West's isolation of Russia. That's what Putin's interest is.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ending the war. He thinks Russia is winning, and he thinks that as time goes on, the West will be more fractured. Clearly, we've had a major US-European break on all of this. Tha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mselves are not united on this. So I think President Zelensky i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war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川普有講，伫崔世漢會有一場演講，講是會互大家知影真相。要若是什麼代志，大家攏伫咧拗是甲烏克蘭有關係。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美國總統 Trump 下令暫停對烏克蘭所有的軍事援助，加重對澤倫斯基施壓。因為歐盟的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是按算伫咧3月初6的特別高峰會宣布擴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援。澤倫斯基和川普喺北京的會面以冤家來結束了後，澤倫斯基和烏克蘭的國會一直重申講，將唔望會當有和平和安全保障。烏克蘭國會初三特別用英文來發表一份要予川普政府、美國國會和美國人民的聲明，強調講川普的維和行動對戰爭的結束是有夠重要。川普本人、副總統范斯和眾議院的議長強生是繼續喺媒體頭前大罵澤倫斯基。Well, I just think he should be more appreciative because this country has stuck with the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e've given them much more than Europe. If you want real security guarantees, if you want to actually ensure that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invade Ukraine again, the very best security guarantee is to give Americans economic upside in the future of Ukraine. 白宫韩国各大厦有几个消息管道车衫证实讲，川普已经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白宫的官员讲，川普关注的是和平，嘛需要合作的伙伴对这个目标做出行动。也暂停而且检视所有的援助，确保讲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另外，受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到底偌久，今麦也无进一步的详细内容。在另外一方面，主持伦敦乌克兰紧急峰会结束了后，美国首相史凯尔初三先是和国防大臣在首相府和国防产业界的人士会面，以重新增加国防预算和扩大本土国防产业的决心。国讲和平是第一选择，但是必要的时阵，伊愿意做出重大决策，和盟邦做伙派陆军和空军来支援乌克兰。Britain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with, if necessary, 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boots on the ground and planes in the air. 后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预告讲，会在6月举行的布鲁塞尔特别高峰会，宣布扩军计划，要让乌克兰转变做更替河堤，任何想要甲加入去的侵略者，拢会吞灭落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昨宣布，初四开始要针对加拿大甲墨西哥的进口产品扣到25%的关税。另外，对中国的关税嘛要增加到20%。中国即马是提出反制，要对美国的农产品、鸡肉、麦仔等等加扣10%至15%的关税。加拿大嘛同款宣布，对美国要扣到25%的关税来报复。美国总统川普伫甲台积电董事长韦德加会面了后的记者会中，宣布会对加拿大甲墨西哥扣25%关税，对中国关税也会增加到20%。川普是以加拿大、墨西哥两个打击芬太尼危機甲非法移民无看到改善为由来扣关税。Vast amounts of fentanyl have poured into our country from Mexico, and as you know, also from China, where it goes to Mexico and goes to Canada, and China also had an additional 10, so it's 10 plus 10, and it comes in from Canada and it comes in from Mexico,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扣关税，会明显影响跨国汽车甲电子产品供应链运作。业者若无法度家己吸收关税成本，可能会造成美国消费者增加开销。汽车计销因为车型的无同，可能增加3500至12000美金。En esto hay que tener temple, serenidad y paciencia. Y tenemos 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Me parece que lo de los aranceles son inaceptables. Somos socios. Y hemos sido socios ya desde hace muchos años, desde el siglo XX. 北京同款反对华府透过关税施压谈判，预料中国对第二波的关税会阁提出报复措施。川普扣关税加重市场的烦恼。美国2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也比1月份淡薄仔薄，显示制造业成长变慢。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全面落盘收乌，标普500更加出现去年12月18以来单日上大的波幅。My concerns about the interest rate scenario are largely tariff related. I think the tariff scenario is definitively an inflationary aspect to what can happen within the economy and the market. 分析师进一步指出，若袂当看到通膨呈现下修的形势，都真歹对经济前景乐观。就连 AI 概念股回跌，也因为股市烦恼，中国西过美国出口管制，估计单日大盘活8%，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甲企业营收。公司新闻戴慧仁编译。德国又搁传出有汽车长期弄人阵，至少有2个人死亡。警方表示，这个嫌犯有精神疾病，犯案了后，搁对家己的喙里开枪，目前伫咧病院治疗当中。另外，西班牙巴塞隆纳是有2台巴士烧弄，造成超过50个人受伤。画面上都是一般的街仔路，但是听到真吵的声，走落来就看到一台车加速冲过去，接嘣一声真大声，互大家拢着起惊。这个汽车弄一堆人的事件是造成死伤。警方讲嫌犯是一个差不多40岁的查某人，是一个人犯案，已经排除对公众有进一步的危害。
dass es sich um eine politisch motivierte Tat handelt. Wir haben viel mehr konkrete Anhaltspunkte auf eine psychische Erkrankung des Täters. Deswegen konzentrieren sich die Ermittlungen insoweit。因为嫌犯捌第2018年伫面册大文，互判极右派的冤仇怨恨言论罪。不过即摆赛车去弄一堆人，初判和面册大文的这个案无关系，但伊嘛因为赛车共动的这个案件，互指控2项的谋杀罪。 Aber darüber hinaus haben wir keinerlei Anhaltspunkte außer diesem Kommentar und wir können es nicht einordnen, ob das eine Gesinnung ist, die dahinter steht, oder ob das, sage ich eher, aus Dummheit. 伫西班牙巴塞隆纳一条主要车路是发生巴士烧动，东方玻璃是碎甲规涂骹，其中一台车的车头变形甲较严重。 We wanted to go out, but something happened from behind, crashed us, and we all was fall out. 这个事故的地点是发生伫市区，车有够侪交通要道。迄当中一台载一名意大利学生的巴士，和一台载德国邮轮乘客的巴士，规个去弄着，造成几十个人受伤，其中有个人伤势真严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一寡受伤的人是过路人，是伫车弄着路边的墙仔和顶的时阵嘛，互弄着。因为世界行动 通信大会主办场就伫咧附近，这个车祸引起当局真大的重视，嘛已经开始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印尼雅加达最近的落大雨做大水，部分地区淹水淹甲人的胸坎，甚至是淹甲3公尺悬，拢敢若看会到厝顶尔尔。另外，伫咧西班牙甲秘鲁嘛是咧做大水，灾情真严重。 囡仔伫水内游耍向前行，正落的水已经淹甲胸坎。这是透早印尼雅加达附近的一条河崩破，造成4个区域淹水，至少1000外居民受影响。灾区积水上深达到3公尺以上，厝淹甲村看到厝顶。Air masuk tiba jam 1 malam mulai naik. Terus sampai saat ini sih belum surut. Saya langsung beresin. Barang-barang langsung menaikin ke kontrakan yang kosong, langsung naikin ke atas loteng juga beberapa。官方表示，这届河水风暴甲最近几天暴雨有关系。官方已经派救生艇甲人先救出来。伫西班牙的观光胜地大加那利岛，嘛因为暴雨侵袭，本来的车路煞变做大水河，真侪汽车掉伫内底，甚至叫大水灌入去桥骹。虽然居民甲救灾人员做伙清除车路的透明沟啊，本来岛上要举行的嘉年华活动也是被迫延期。南美洲的命路是因为西北部一条河崩破，河水流量涨悬到平常时的2倍，影响真侪省份。 En Tumbes, en particular el río Tumbes, ha duplicado el máximo de su caudal y esto ha provocado inundaciones puntuales en algunas localidades. De hecho, la disposición presidencial es que los ministros, señores y señoras ministras, salgamos hoy día llevando además ayuda humanitaria a las regiones de Tumbes, La Libertad y también Guano. 秘鲁官方伫河水涨悬前就发布红色警戒，不过也是有15万民众受影响，国家1000栋厝甲5000公顷的农作物拢淹去。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